灣區買樓最怕遇到爛尾問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可以點預防呢？大家都知道樓花會有折扣，但樓花並唔係現樓，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收樓。咁除咗現場睇樓之外，仲有乜嘢可以留意？當中五證二書就好重要啦。五證係發展商開發與銷售嘅資質證明。五證包括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證詳細列明土地屬權、使用期限、土地用途嘅合法性同土地剩餘使用期限。好多發展商投咗地之後，未必立即起樓，國有土地使用證就可以睇到呢塊地係幾時攞返嚟，使用期限幾時到期，即係住宅70年產權同公寓40年產權，當中會牽涉到業主補地價嘅權益。住宅同公寓我哋留返下一條視頻再講。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詳細列明呢塊地嘅用途同規劃條件。建築密度同容積率都有嚴格規定，例如規劃咗做別墅就不能夠起洋房，規劃咗起洋房就不能夠起別墅。洋房嘅層數亦有規定，其中最重要嘅係用途，包括商品房、商住、商用。商品房即係我哋嘅住宅，只可以用嚟住，不能夠有商業用途。商住房即係公寓，可以用作商業用途，亦可以住。而商用即係辦公室，只可以用作商業用途。之前睇新聞，買咗但係住唔到，就係一啲無良中介，冇同客戶講清楚。所以買樓一定唔可以貪平，一定要做功課。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核准設計方案合乎城市規劃。例如呢，一個樓盤設計會唔會影響到政府嘅城市規劃？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施工嘅合法憑證，確保過程符合安全標準、質量標準嘅合法性、規範性，從而保證質量。最重要嘅就係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法例規定樓宇要起到某一個標準，經政府派專人去檢測、核實、審批再發出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先可以進行預售，即係樓花預售。如果冇呢一張證而出售嘅樓盤係違法，業主買咗亦冇保障，仲會發生一系列嘅糾紛問題。呢一張證可以喺房管局官網查到真偽，當中包括可以預售房屋嘅範圍、預售資金嘅監管賬戶，即係你入錢落發展商個戶口，呢個賬戶受到政府監管，發展商不能夠隨便挪用，保證資金用返喺呢個樓盤裡面，防止發展商資金鏈斷裂，變成爛尾。如果冇呢一張證而業主又買咗呢個盤，業主就會面臨無法辦理貸款、損失首期定金，導致產權糾紛、維權困難，得不償失。而二書牽涉到嘅就係交房嘅質量保障。住宅質量保證書列明咗發展商對房屋質量嘅責任，係業主嘅維權依據，詳細列明咗房屋嘅保修範圍同期限。住宅使用說明書詳細記錄房屋結構佈局、設備說明、裝修注意事項、設備使用方法，從而延長房屋壽命。業主喺收樓嘅時候，一定要發展商提供二書，核實二書內容同房屋結構設備是否一致。如果冇，可能會存在質量隱患，可以拒絕收樓，要求發展商補齊。去住建局官網投訴或者從法律途徑進行維權，保障自身權益。而我哋公司會為客戶提供合資格嘅驗樓師，咁就萬無一失啦。喺大灣區買樓之前嘅核查三部曲，政府規定發展商需要喺樓盤嘅顯眼處展示五證二書，證明樓盤係合法得到審批預售。客戶可以喺自然資源局同房管局官網查核，重點確認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同你買嗰間屋是否一致。核查五證喺買樓嘅時候仍然生效。國有土地使用證仍具有合理時限。五證不全嘅風險，資料顯示30%都會有爛尾情況，無法辦理貸款，產權辦理困難。所以喺購房合同裡面，應該有詳細列明產權證辦理時限同違約責任。提前了解五證情況，向銀行諮詢貸款條件。如果不幸遇到，又可以點處理呢？如果收樓嘅時候攞唔到二書，記得拒絕收樓同向發展商發出書面通知，要求喺限期前補齊二書文件。去住建局官網或法律訴訟投訴發展商行為，要求發展商承擔同履行違法責任。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同商品房銷售管理法嘅法律法規對五證二書當中有明確規定，證件不全，謹慎購房，要揾值得信賴嘅中介，問多啲，了解多啲，保障自己，維護自己嘅權益。今次講到呢度，想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買樓攻略，記得留意下一條視頻，記得讚好及分享，多謝你嘅參與。